艺术家草间弥生伫的工作室二七公布，草间弥生伫14因为器官衰竭来过往，食到97岁。伊自细汉就互这幻觉困扰，说甲这圆点盲啊图形画做独有的艺术语言，就算伊长期以来住伫咧精神病院，有关是继续创作。洪叫做是真实行的艺术大师，伊原版圆点含镜面的装置，互伊真有名的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，14伫东京一间病院，因为多种器官衰竭过身，享基寿97岁。伊一世人拢甲别人眼内的密孔元素，转化做是水饺佮特别的艺术语言。圆点网形的图、金龟，含看起来毋知影倒位是上尾的无限镜厝，即摆已经变做全球拢真熟悉的视觉符号。草间弥生是1929年伫日本中野县的熊本市出世，自细汉就受到家庭冲突的困扰，差不多10岁开始看到一寡电影，眼前常常出现一大堆圆点、盲仔形的图含闪光。伊并无镜无这经验，颠倒是甲画笔摕起来，甲镜拢画落来。28岁的时阵，伊去纽约发展，毋但是画图，佮做雕塑、装置含行为艺术，而且投入反战活动，伫男性主导的艺坛内面行出家己的路。马洪认为影响包括安迪沃荷在内的同时代的艺术家。毋过开始变有名了后，伊的精神健康嘛开始出问题。草间弥生伫1973年的时阵返去日本，1977年的时阵自愿去住精神病院。收落来几十档，伊逐工拢是专车接送去附近的画室创作。Kusama is such a special artistic perspective. The exhibition is at the same time entertaining and touching, and that's very rare. It's very entertaining and very touching. 对使人不安的一大堆的圆点，到充满奇幻感的镜面的空间。草间弥生美术馆的声明表示讲，一直到生命的上尾一个时刻，草间弥生拢无停止创作。即马大师过身，但是伊留落来无限宇宙，赶快会伫世界各地持续延伸。公司新闻。